的森林總是危機四伏。呢一晚又有食肉獸四處尋找佢嘅獵物啦。而可憐嘅瑞瑞並唔知道佢已經成為食肉獸眼中嘅美酒佳肴。一般食肉獸捕獵有3部曲，第一步會圍住獵物打轉，觀察獵物行為。之後佢會試水溫，咬下獵物耳仔，睇下獵物有冇反抗能力。最後等時機成熟，佢就會把握機會，伸出無情之手。呢個時候，可憐嘅瑞瑞已經無力反抗啦。放心，你嘅瑞瑞冇俾人食到，只係上個星期6晚，佢同一個女仔 friend 挑戰澳門新濠影匯電音喜悅音樂節2016。呢個迷七四眼男就係安排佢哋入場嘅 key man 啦。入場前，四眼男仲講咗句：入到場就如大家所見啦，四眼男圍住瑞瑞不停轉啊轉啊，初時瑞瑞都唔多想理佢噶，最多咬下耳仔咁。點知跳跳下冇，四眼男忽然從後溫柔攬住係咁摁。瑞瑞有啲抗拒嘅，不過都係無奈接受啦。一到過摁時刻，瑞瑞就即刻鬆人，同四眼男保持距離。唔知係咪玩耐咗、熟絡咗？之後佢哋去舞池一起跳舞，隔幕全失，玩到凌晨大概2點幾，佢哋猜離開，諗翻入場前四眼男嘅一句。唔知呢一晚佢哋會喺邊度過呢？